台中一中进前举办园游会，所有2年学生伫海报顶头呢，用某一个花语词照台语音，类似一个骂原住民同款。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，引起网友议论。目前学校的这个校长也个老师拢有出面来回实的。就这个立委来讲，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，也个这原住民学生伫这咱的群组内面，和其他的同学霸凌，有影是真恶质。3个人深深行礼，台中一中的校长林良安带领教务主任、甲辅导主任出面为学生园游会海报，引起歧视原住民的争议回实的。本校对于让原住民族朋友受到歧视，甚至于感受到伤害，感到十分的抱歉，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教育责任。校长讲，相关的文字伫4月28已经摕落来，而到园游会迄天，饮料全部改做一般的名，伊愿意承担所有教育的责任，接受处分。这个班级的学生嘛有透过声明来回实的。原住民族青年电线指出，去年伫台中有原住民的学生去同学乌白骂、乌白礼，尾也起冲突。不过因为烦恼去用记告，怎想袂开跳楼。今年却发生这种代志，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辅导的机制，可以把这些族群主流化的思维纳进去这些辅导的流程里面？立委吴丽华初三指出，园游会了后，阁有原住民学生的家长控诉讲，伊的囡仔去同学揪入去咱的群组内底考试，退出群组了后，阁互硬加入去。我们的原住民孩子不敢上学，因为他们在学校被拉群组，被进去辱骂、取笑、嘲弄、霸凌。吴丽华讲，后来原住民学生唔知要安怎面对这个无友善的对待，当想要请假。面对一直出现的霸凌甲歧视，要求教育部要随做调查，追究责任。请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必须严正的督导学校，依据校园霸凌防治准则，去启动相关的调查以及处理机制。教育部表示，已经请台中启动相关的调查，再个发函予全国，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。学校讲，园游会主题一向拢是采学生共识决，袂做审核。了后，敢是要做审核，会阁做讨论，就算无需要，嘛会加强老师来做督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